带去读唐诗。成的超书店读禅经，作者柳宗元。诗篇：曲径所寒气，清心拂尘服。寒时八叶丝，播出东西图。清源了无数，梦迹世所着。唯言其可名，心性何有常？道人定有情，太息人心中。日出无路仪，清祥如古木。沾言离言说，我亦心自照。简介：作者是当代思想家，也是文学家，对佛学呢更有独到的见解。伊在歌场并是一帆风顺，所以提哩求其次呢，真想要注重儒家治世思想，甲佛学一盘的智慧呢融合在一起，提倡千用。奈何呢，未当得到普罗大众的认同，实在非常的可惜。这首是西元806年，伊伫扬州良兴市的超书途经所写的佳作。按透早呢，像着寒冷的古井水来刷口洗面，搁在清净身心，佛地有的定果。虔诚恭敬，读到佛经呢，以同齐来持诵，认真来了解经义，洞察精微，勘探细腻，下本着物，妄求虚空之物，对着幻影表面的功夫，引领体悟精湛的佛理呢，这是头前8句的传承。后面6句呢，搁在转倒转来赞赏超书的导师，也就是朱自清中顺所整修的道场，定有一间毫无幻想的尘嚣，青皮连接顶拿，阳光初现，迄个雾甲露水还未来散开，衬托到一张一张的青墙，敢若亲像古木的青翠。面对这种的景象，心灵清澈，如同明镜一般，免任何的表达，就会当心悟神怡。本来这个所在，要来问经求法，可是到我这种境界时阵，犹如得意离言说，唔免问法，也唔免求答，领悟之意既无不足。内心更加充满菩提的心意。柳宗元这首呢，受后人称为诗中有禅，寓禅之作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